其實咧，如果小朋友咧聽故事嘅時候會走咗去咧，係因為佢未知道閱讀嗰個習慣咧係用一個時間啊去即係定住佢嘅，因為佢未喺佢自己養成閱讀興趣之前，佢對呢本書咧係未有感情。於是佢一定會走開。嗱，一般嚟講咧，最常會走開嘅係幾多歲咧？就係2歲到3歲、4歲呢個階段。因為喺0至到1歲呢一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同細路仔咧，好多家長以為佢唔識聽故仔，所以我唔會同佢講故事。但係0歲到1歲呢個階段咧，其實你抱住個 BB 咧，一路同佢揭書啊，俾佢睇書裏邊嘅東西啊，跟住同佢去喐下啊，佢原來咧，佢少少個腦袋裏邊咧，佢已經掌握緊咧呢一個係一個閱讀嘅行為。所以0至到1歲呢個階段咧，我哋好培養佢個閱讀行為嘅時候咧，到佢2歲，1歲到2歲，佢開始習慣每一次爸爸媽媽攞本書，爹哋媽咪好開心咁同佢一齊閱讀。哇！仲有一啲嘢佢令佢好開心，佢會好興奮嘅，佢會咿咿呀呀喺度講嘅。咁咧，佢就知道原來閱讀係會坐喺度先至能夠進行得到，就唔係走嚟走去噶啦。當我哋有一個0至到2歲呢個階段做到呢一個閱讀行為嘅培養咧，去到2歲佢就唔會走開。好啦，問題喺邊呢？問題係2歲到4歲之間咧，佢開始發覺呢個世界原來有好多嘢我想去探求喎，佢一定走開啦。佢點會將自己嘅注意集中喺呢一個細細嘅書裏邊呢？嗱，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爹哋媽咪千祈唔好灰心，因為咧你最好係即刻去攞啲啱佢睇嘅書。OK， 例如係一啲硬皮書啦，佢會睇完啦，佢會掉啦，同埋將佢嗰個時間咧從最少開始。譬如你試下同佢一齊睇個古仔書，係咪1分鐘裏邊完成？咁你仲1分鐘做個基礎。下一次你再試第2本書，嗰本書可能係 pop up 嘅，哇！佢仲有大驚喜嘅，咁可能分半鐘。咁慢慢你就再抱佢埋嚟，同佢一齊聽古仔書，同佢講故事，咁咪3分鐘、4分鐘。咁至於一個3、4歲嘅小朋友啊，即係2歲開始佢咪走開嘅，我就開始同佢講呢一類嘅硬皮書啦，一啲可以俾佢咧係搣都搣唔爛嘅，掉都掉唔爛嘅，真係知道原來嗰個閱讀行為，我哋可以同佢重新培育。然後到佢真係成為一個即係要坐定啦，即係4歲啦，要返幼稚園啦，佢會唔會走開呢？佢慢慢就係因為爸爸媽媽佢每一天大概15分鐘同佢揭住本書，然後朗讀故事，佢就由好遠嘅世界返嚟呢本書裏邊啦。所以我哋做父母咧就千祈唔好灰心，要接受小朋友行開。有時候啲小朋友行開咧先至係專注嘅，真㗎。嗱，有冇發覺我哋大人都係㗎？睇一本書睇下，你都喺度諗緊一陣間食咩飯㗎嘛？係咪？不過你個人唔行開啫。但係細路仔好直接㗎喎，佢會行開㗎喎嚇，佢會行開咧。佢會自己去適應，然後去返嚟去接受一本書。所以咧，始終我哋都要接受小朋友嘅個別差異。爹哋媽咪，你嘗試關掉你嘅手機，關掉你所有屋企嘅即係智能嘅產品，然後擺一部嘅嗰啲計時器咁樣，自己瞄到就得㗎啦。咁你試下，你同小朋友坐低慳個時間，跟住咧你會好有滿足感，因為你每次發覺你嘅小朋友係有進步嘅。